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我再给你上点药膏。怎么了，小凤？佳叶，没错，你就是我的佳叶，没错，你就是我的佳叶。小凤，不要怕，有我在呢。不要怕。叶家，在古代，一个男人碰了女人的脚，就要对她负责一辈子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，我一定会负责你一辈子。芳芳，你别走了，陪我待会儿好不好？来，行了，小凤，你在这休息吧，有什么事叫我。芳芳，不要！芳芳，你不要走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is is Robert McDonald. Please power off. 小凤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在梦里一直梦到一个女孩，可是我怎么也看不清她的脸。我记得。可是那天，我听你说了，
你的那些经历之后，我就想快点找你把这个事弄明白。可是后来就发生了和李欢的事情。我从小就相信科学，我接受的教育也是唯物论。但是小凤，你知道吗？自从你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以后，我的生活就完全颠覆了。你跟我讲你穿越的经历，一开始我也是半信半疑。可是后来，我看了你写的小说，里面说你和李欢穿越古今，而我那个神奇的梦也越做越频繁。我就觉得这件事儿也越来越真实，真实的，就像亲身发生在我身上一样。叶家，我曾经也像你这样怀疑过，可家业说过，世界是多宇宙的，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。家业，叶家，我到底是家业还是叶家？小凤，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巧合？这不是巧合，叶家发生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是真实的，它只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空而已。小凤，你放心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，也再不会忘记你。都怪我，我不应该跟你赌气的。好了，站了这么长时间，你也累了吧？来，坐下休息一会儿。来，慢点啊。小凤啊，以后你就把这里当家。虽然我会很忙，不是有很多时间能够陪你，但是最起码你在这里是自由的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又有人照顾你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叶家，你真的相信我的经历吗？我相信，我相信我的小凤是不会骗我的，是不是？这里可真美啊！这里还美啊？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见过我出生的地方。我出生的地方比这里美100倍。你不是生在这里啊？不是，我是出生在莲花山附近的一个小城。你怎么会出生在那儿呢？哦，那时我母亲因故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。在我6岁以后，我母亲和我就一起回来了。后来你又回去过吗？没有，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哎，小凤，这样吧，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我们一起回去看看好不好？叶家，李欢刺杀你的地方就是在那儿。不过李欢已经脱胎换骨了，跟换了个人似的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记恨他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也一直在想，你我和李欢的纠葛，如果在那个时空真的发生过，他那样对我也是应该的。如果我俩意味彼时彼地，我也会杀了他的。哦，小凤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恨他的。我只是对他这个人感到比较好奇。你说，什么人的机能能维持1000年还不衰朽？叶家，你陪我走走吧。好。
叶波，叶波，叶波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叶波，你这一走啊，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干嘛跟你爸较劲呢？我就是要走给他看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没有他，没有这个家，我一样可以。叶波，叶波，你听妈的，叶波。小峰，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没什么大事儿，我妈叫我回家一趟。回家啊？说是叶波和芬妮的事儿。你还没有详细的跟我介绍过你家里人呢。来，坐下，我跟你慢慢说。我家的人啊，很多的。你看啊，我爸、我妈、我、叶波，还有2个哥哥，1个姐姐。你妈生了这么多孩子啊？我的2个哥哥还有1个姐姐，是我爸的前妻生的。他去世之后呢，我爸就娶了我妈，就生了我1个。那叶波呢？叶波啊，叶波是我爸的红颜知己生的，6岁的时候就被我爸带回家，让我妈抚养长大。你们家可真复杂。哎，小峰，要不明天你陪我一起回家吧？不太好吧？怎么了？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。也是，你看我家现在乱成一锅粥了。这样吧，等叶波的事情过去之后，你再来我家，好不好？